我係吳老師，請問你叫咩名？阿莉亞。阿莉亞。係你咧？文浩明。係你咧？范廷鏗。張日朗。鄭海柔。余文章。馬嘉源。任錦中。鄭老師。好，我哋一齊報告天氣，預備1、2、3。今天是2025年11月11日，星期2。請問今日咩天啊？太陽伯伯有冇匿埋咗啊？匿埋咗啊！今日係陰天。對了，今天是陰天，太陽公公躲起來了。好，唱陰天，大聲唱，預備1、2、3。今天天氣怎麼樣？是陰天，是陰天，太陽公公躲起來。今天是陰天。我哋下次再見。